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兄弟姊妹，关系即个代志发生的时甲期，无需要写批甲恁讲，因为恁家己知主的日会亲像贼仔暗时偷偷仔来。人咧讲平安无事的时，灾难亲像产妇嘴唇的痛痛忽然临到因，无法度通逃避。毋过，兄弟姊妹，恁毋是伫黑暗中，迄个日袂亲像贼仔忽然来，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，是日时的人，咱毋是属暝时，毋是属黑暗。所以，咱毋通亲像其他的人咧困，着醒醒，着谨慎。因为困的人拢是暗时咧困，酒醉的人拢是暗时咧醉。既然咱是属日时的人，着谨慎，用信心甲疼心做护胸甲穿，用得救的盼望做头盔戴。上帝无安排咱着受刑罚，是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。基督替咱死，是要互咱无论是死也是活，拢会当甲伊做伙活。所以，亲像恁现在安尼，着继续互相鼓励，彼此造就。